Hello，大家好，又嚟到新聞大排檔啊！近日網上流傳一條車 cam 片，就係疑似女方搭網約車嘅時候同司機起爭執啦。雙方就更加爆粗互鬧，個人私隱專員公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啦。之後就向相關平台就發出停止披露通知，要求平台停止披露有關嘅錄影片段。助理個人資料私隱專員賴浩欣今日喺電視台節目話，至少收到相關一宗投訴，而喺呢個私隱處介入呢個要求社交平台剷片之後呢，相關平台已經將片段下架。對於如果有人再上載相關影片，賴浩欣提醒有機會違反呢個私隱條例，提醒網民唔好再轉發、再傳播被要求下架嘅影片，係咯，叻啦！我嘅自己嘅意見就係覺得叻啦。公眾人物就可以咁樣，睇下網上嗰啲幾多個人無辜俾人起咗底啊！即係有辜又好，無辜又好嘅俾人起底嘅，但係有人在。你睇下你哋呢班人係做緊咩私人專員公署啊？燒到埋身嘅就做，唔燒到埋身嘅就唔做。好啊，OK，我哋一齊睇睇新聞詳細嘅內容啦。唔該晒大排檔主持，歡迎大家再次返嚟大排檔。開始前請大家訂閱同讚好呢條影片，有意見歡迎下面留言。今日同大家講單新聞，真係聽到都覺得有啲嚴肅，但又好重要。講緊嘅就係之前瘋傳嘅疑似女方與網約車司機爆粗互罵車 cam 片，事件有新進展。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已經介入，唔單止要求社交平台將片段下架，仲正式呼籲網民唔好再轉發或者傳播相關片段，否則有機會違反私隱條例。助理私隱專員賴浩欣仲話，車上屬於半私人空間，一般人對私隱保護有比較高期望，而車 cam 片段如果拍攝到可識別個人身份嘅內容，未經當事人同意就公開，就可能違反法例。而家相關平台已經將片段下架，如果再有人上載或者轉發，隨時會犯法。先同大家回顧下呢件事嘅來龍去脈。早前網上瘋傳一段車 cam 片，見到一個疑似係歌手女方嘅男乘客，同一個網約車司機因為導航定位問題發生激烈爭執，雙方仲要用粗口互罵，司機最後仲爆出一句死矮仔。呢段片引來全城熱議，但同時亦都引起咗私隱問題嘅關注。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之後介入，助理私隱專員賴浩欣今朝喺電台節目話，公署已經向相關社交平台發出停止披露通知，要求平台將片段下架。佢解釋，車上屬於半私人空間，一般人對私隱保護有比較高期望，而車 cam 片段如果拍攝到可識別個人身份嘅內容，就可能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嘅保障資料原則。佢仲話，公署至今收到一宗相關投訴，而家平台已經將片段下架。如果有人再上載或者轉發，就有機會違法。賴浩欣又提醒網民，無論係咪收到投訴，私隱處都會考慮一籃子因素，勸喻涉嫌違反條例嘅平台將可能侵犯私隱嘅內容下架。佢強調，個人資料嘅使用，除非得到當事人訂明同意，否則唔可以改變用途。今次事件入面，車 cam 片嘅拍攝同公開，明顯未經當事人同意，所以構成違規。而事件主角女方喺星期日12日晚終於首度開腔，佢喺社交平台更新近況，雖然冇直接否認自己係事件主角，但就用幽默方式抽自己水。片中佢唔再搭私家車，改為踩單車，仲提醒觀眾騎這個車之前，一定要把這個側腳架車踢往後掰呀。明顯係回應片中佢唔識開車門嘅尷尬場面。呢件事喺網上引來極大迴響，網民嘅反應都幾兩極。有網民支持私隱處嘅決定，車 cam 片真係唔可以亂咁公開，尤其係涉及個人私隱。
亦有網民話好彩私隱處出手，否則呢啲片只會越來越多。有網民就覺得可惜，段片咁好笑，但而家要刪，真係冇癮。有網民就質疑，如果車 cam 片唔可以公開，咁點樣保障司機同乘客嘅權益？當然都有網民讚女方幽默，女方呢個回應好高招，用踩單車嚟笑反自己，真係有料到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同大家深入分析幾個層面。第一，呢件事凸顯咗車 cam 嘅法律灰色地帶。車 cam 嘅普及本來係為咗保障司機同乘客嘅安全，喺發生意外或者糾紛嘅時候提供證據。但係車 cam 同時亦都可能成為侵犯私隱嘅工具。如果司機未經乘客同意將車 cam 片段公開上網，就可能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。呢件事提醒我哋，安裝車 cam 嘅時候要了解相關嘅法律規定，同埋要尊重他人嘅私隱權。第二，呢件事都帶出咗半私人空間嘅概念。車廂雖然唔係完全私人嘅地方，但亦都唔係完全公開嘅空間。乘客喺車廂入面會有合理嘅私隱期望。呢個判決為日後類似嘅車 cam 爭議提供咗一個重要嘅參考。第三，呢件事都令到我哋反思網絡公審嘅界線，將爭執片段放上網公審，雖然可以揭露不公，但同時亦都可能對當事人造成過大嘅傷害。今次私隱處介入，正正係對網絡公審嘅一種制衡。呢件事提醒我哋，即使係公義嘅目的，都唔可以凌駕於他人嘅私隱權之上。第四，呢件事都凸顯咗公眾人物嘅應對智慧。女方喺事件之後用幽默嘅方式回應，成功將尷尬變成笑料。佢冇直接承認，亦冇否認，但就用踩單車嘅片段暗示自己已經轉行，仲要抽反自己唔識開車門嘅水。呢種處理手法展現咗佢嘅高 EQ 同幽默感，值得其他公眾人物學習。其實類似嘅車 cam 片引發私隱爭議事件，過往都時有發生，每一次都會引起公眾對監察同私隱之間平衡嘅討論。今次私隱處嘅決定，為呢類事件提供咗一個明確嘅指引。總結今日呢單新聞，疑似女方同網約車司機嘅爆粗片段，雖然引來全城熱議，但最終因為私隱問題而被勒令刪除。私隱處仲呼籲網民唔好再轉發。呢件事提醒我哋，科技雖然方便，但使用嘅時候要遵守法律同道德規範，尊重他人嘅私隱權。同時都希望大家可以從中學到網絡世界嘅公審文化並唔係冇界限嘅。好，今日講到呢度，你對私隱處呢個決定有咩睇法？你覺得車 cam 片應唔應該被公開？歡迎下面留言講下你嘅意見。記得訂閱同讚好，我哋下次再傾，拜拜。